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阮相信你，搁我的性命就伫阮中间。因为安尼，阮知，阮毋免搁啼哭，毋免搁忧伤。求上帝赏赐的快乐，就甲阮做伙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古代的希腊罗马时阵的批信，通常会照固定的迄个格式吼，迄个固定的形来写。伫一张批古早一张批即摆挖出来的一寡考古的文件嘛，看会到。一开始就是写批的人甲受批的人，然后有一个短短的请安。通常讲原理记录，通常短短的请安吼。所以这就是咱读到罗马书的第1节到第7节。当时这我顶边有讲过，这个保罗所写的，甲别人写做无共款的吼。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写法，总是伊嘛是照迄个固定的迄个形式来写的。然后，伫伊真无共款，甲别人无啥共款的开始了，即张批刷落来，古早的希腊罗马的批信内底嘛，阁有一段。伫头前即段诶，写批人、受批人，以及祝你记录刷落来，嘛有一段。通常即段写批的人会因为因的神，古早的人古早人拢有无共款的神，会因为因的神来求上帝，求迄个神来祝福对方，求迄个神来祝福对方，也是一个感恩的祈求。所以这段其实咱今仔读到的这段，就是古早的时代，希腊罗马时代嘛是共款，所以保罗嘛共款咯这个是叫做感恩的祈祷。甲古早的迄个当时的批信共款的迄种的形式，所以罗马书第1章第8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大圣，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这个信德其实原文只有一字叫做信，总是这字信，其实伫原文内底本来放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有无共款的理解，所以会当解读做信心、信心嘛我对什么会信心？信息是迄个你本身互人会当挖靠信心信息上尾一个迄个。延伸来读，会当读做威信。你若对某一个人，也是有信心，你就会威信互伊对吧？所以上尾这字叫做威信，会当读做威信。现代中一本来翻做信德，信德嘛会当安尼理解。所以伫遮应该爱理解做恁的。威信已经传遍全世界。卡巴特捌安尼写，伊写讲，搁我伫遮就证明，搁我的快乐，伫罗马嘛有基督徒。咱会知影，罗马是啥物货？罗马对当时的世界来讲，是世界的首都。无亲像，无啥亲像今仔日今仔日世界首都，咱会当讲是纽约，会当讲是伦敦，甚至会当讲是东京伫无共款所在，拢有真大的城市。总是当时全世界上大的城市，应该就是罗马。伫之前，咱即摆2000几年前的罗马。照估计，现在是若甲估计，当时罗马城可能住100万人。咱会知影，这对古早迄个时代来讲，这是不得了的
人数。当然，咱即摆会城市拢一群的爱超过200几百吼，甚至是上千。迄个规模，当然咱即摆规模袂当甲古早比。总是对古早来讲，这叫做全世界上侪人伫地的城市。所以保罗伫遮是咧感谢上帝，讲主耶稣所带来的改变，若伫遐出现，就证明伊是上帝的囝。罗马这个城市有基督徒，就代表罗马主开门，也表示保罗这位主的罗卜来开门。罗马书第1章第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在服侍，迄位上帝通甲我做证，我常常笑念恁。希腊文应该小可将上帝放伫上头前，因为保罗是安尼写，保罗是写讲，因为上帝是我的见证者，伊知影我时常伫基督中纪念恁。安尼是毋是可能更较清楚小可吼？总是真特别吼。保罗其实是用一个旧约的传统，旧约有啥物款的传统？就是人甲人中间的立约，检查立约了，对迄时就无搁见面。总是上帝是一位监察这个约的上帝，所以就亲像拉班甲雅各咧立约的时阵，拉班是安尼讲：创世纪1章50节，你着会记得上帝伫你我的中间做证。所以上帝是人甲人中间的见证者，了解意思吼？所以上帝是人甲人中间的见证者哦。迄个拉班是啦，雅各提醒你毋通黑白娶哈，你未来啊，搁娶别个某吼，我这2个查某囝托你，你若黑白娶，我会找你算账，毋是我啦吼，上帝会找你算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吼，迄是这个词。这个话的后壁意思吼，拉班原本的意思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嘛咧对罗马教会兄弟姊妹讲上帝是咱中间的见证者，咱拢互伊的福音所吸引、所影响。所以虽然咱话人毋捌见过面，总是上帝就伫咱的基督中，上帝就伫咱的基督中，互咱会当相通、相识，伊会监察甲成全。罗马书第1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不时伫基督中恳求上帝，照伊的好旨意，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原文应该爱讲，伫我的祈祷时。伫我的祈祷时，我时常咧祈祷的时，就互迄个祈祷引带到美好的路。保罗伫遮其实是用一个复合的字，就是2个字写做伙的字。这2个字是希腊文的美好加路所组成的，所以会当翻译做，互我。伫咱的基督中，伫我的基督中，互我要去的路无脱界。总是这只是这个时阵保罗的愿望，伊的愿望。那照使徒行传所记载，使徒行传27章到28章，保罗上尾去到罗马，是用一个加犯受审判的加犯的身份去的。然后去的时，伫迄个海上拄着风涌，然后千辛万苦下到罗马。好，这是伫使徒行传所记载，上尾保罗是安尼去到罗马。罗马书第1章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文字，互恁坚强。卡巴就是安尼诠释，伊讲伫上帝的路
行伫上帝路的人，彼此需要交流。行伫上帝路顶头，彼此需要交流。这其实就是保罗这个时阵的心情。总是咱知影，就亲像东方人共款，咱若要去拜访人，袂当双手空空，对无？咱爱炸一寡礼物去，对吧？吼，所以保罗讲，伊会当炸去的礼物是啥物货？伊会当炸去的礼物，卡巴特是安尼形容讲，毋是通过伊内在的充实，嘛毋是通过伊所是的迄个身份。是一个超越伊个人的视野甲气力对顶头来的本质。这靠巴特的形容吼，新学家的形容真正真无简单。保罗用一个真特别的词，叫做形容伊所要带去的礼物，叫做属灵的文书。伫保罗火顶头，若有这个属灵的。就是指甲圣神有关系，对圣神来，或是互圣神管理。然后文书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文书其实甲请安内底迄个恩惠吼，保罗来改写做恩惠，也是咱会当翻译做恩典、义军共款。伫遮吼，文书是甲恩惠的义军共款，所以。咱会当知是恩惠的具体的展现，了解这恩典上帝恩典具体的展现叫做文书。哦，那用字来看是安尼吼，就是恩惠具体的表现，就会当展现做文书。所以，为这位神学家。这个20世纪的神学家讲，保罗所谓的属灵的文书，就是福音啦。这会当安尼解读吼，会当安尼解读是福音。总是保罗嘛有可能咧对罗马的即群教会讲，我这个使徒，我有的这个使徒的身份，其实是一个文书。这个文书其实嘛伫咱的身躯顶头，恁的身躯顶头会当呈现。换一句话来讲。使徒是啥？使徒其实原文来看，就是受差遣的人，大使的意思。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拢有可能，保罗伫遮咧表达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哦。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互上帝福音所影响，然后会当成做有使命的人，会当成做有使命的人。这就是咱，所以。将福音带到普天的是咱共同的使命。虽然保罗的侍奉的特色，甲罗马帝国赞助人的模式完全倒变。伊虽然坚持家己使徒的身份，总是伊反对对顶头命令的这种宣教模式。伊认为宣教其实就是团队的服侍，所有的人做伙服侍。这种属灵的文书，其实咱来看古早迄个文献，只有出现伫希腊的古文献内底。是安怎？它会真做咱今仔日后来，咱真熟悉、详细啊，真做教会内底时常，今仔日的教会其实时常咧讲文书这个用词，其实就是对保罗来。伫保罗的批信内底。咱会当讲文书是啥物货？文书会当指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受死，搁我互人称义，得享永远的性命。这伫罗马书咱读得到，所以这就是福音啦。简单来讲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嘛是肺所主张的。保罗伫遮讲属灵的文书，其实文书就是安尼。第二，这嘛伫罗马书。内底造出来的意义吼，就是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，这是上帝属灵的文书，咱来看会出来。第三是啥物货？是指对伫信仰内底对上帝得到的好，得到好的物件，所以这就是咱今日所读到的保罗咧对
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讲的。第四，才是咱时常认为温数是安尼，叫做上帝赐予无共款的信徒来起造教会逐款的能力甲积分。咱时常温数，咱拢掠做只有安尼意思尔，其实毋是哦吼，有5种意思。然后上尾是温数是啥？温数是上帝互个别的信徒。真特别活出基督恩典的方式。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，保罗咧称讲，独身嘛是温数哦，真特别，听有意思吼，这是温数哦吼。啊，保罗讲啥？你独身嘛是温数啊，无得较爱结婚啊。吼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所讲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。无共款的人，伫无共款的情境内底，咱嘛会当透过咱的迄个情境来活出基督的温数，是安尼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简单来讲，对保罗来讲，啥物话叫做温数？咱因为信上帝的好，伫教会甲生活内底活出来，就安尼，这叫做温数。上帝对咱的好，所以咱会当活出来。罗马书第1章第1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通过恁的信仰，互相得到鼓励。好，保罗安尼讲，我虽然想讲要带这份礼物互恁对吧？其实吼检查这份礼物，毋是我会当互恁的，恁嘛会当互我咧。是安尼哦，意思是安尼吼。检测这份礼物嘛，毋是伊会当早去的，是咱做伙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就会得到。然后这份礼物会当互咱亲像徛伫迄个关山顶头，下骹真深，总是咱嘛徛会稳。这是这个徛会稳的意思啊吼。12节上尾后，这个徛会稳的意思。然后咧，当咱做伙时，咱会当彼此起造。这是头前迄句吼，迄个会当做伙起造。当咱做伙起造时，佫会当得到伊的激励，圣神会激励这份恩典的祝福。罗马书第1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摆计划要去恁遐，毋过到达也有阻挡。这个兄弟姊妹，这句原文是兄弟，只有兄弟尔吼。总是主要说是看所有尊趁伊旨意的人做伊的兄弟姊妹。这伫福音书内底，其实就安尼表明。所以后来初代教会就彼此称兄弟甲姊妹，是安尼来的。哦，初代教会对迄时阵开始到即摆拢是哦。所以我有当时啊，咧甲人称呼伫教会内底，我会某某姊妹，哦，毋是看袂起咱啦吼。某某姊妹，这其实就是惯用的用语。吼，总是因为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是迄个父权、迄个男性为主主导的社会，所以当时的人真习惯用男性复数来称呼全体，所以总是保罗咧称呼兄弟啊，其实就是指教会全体。所以现代中日本在直接翻译做兄弟姊妹，是安尼吼，兄弟姊妹。原文后壁是讲我毋愿恁毋知，这是古早培训真习惯出现的语言。另外一句就是我真爱恁知，我毋愿恁毋知，这个双重否定其实是咧强调刷来要讲的话。同款咯吼，我真爱恁知嘛，同款双重肯定，这是一个真爱强调刷来要讲的话。
保罗用即句咧来强调，伊要计划去访问罗马教会，已经真久啊。总是因为佫有阻挡啦，到呾佫有阻挡，因为有阻挡才袂当去。咱来知保罗开始伊的第二遍宣教旅程，是开始伫爱琴海的西边，菲律宾加帖撒罗尼迦。对，出现啦吼！来，这条路是安尼去吼。保罗坐船去到菲律宾，好，菲律宾然后去到刷落去到帖撒罗尼迦。当时若对帖撒罗尼迦一路行往西，就是庇哩亚遐有一条路会当直接去到上西边的这个所在。这条路叫做艾格纳泰大道，迄是当时罗马所起的路。然后来当沿这条路直直去，渡过亚得以利亚海，就会当到意大利半岛，然后就会当到罗马。所以非常有可能，保罗第二遍的宣教旅行，就想讲要去到罗马。听有意思吼？伊本来计划可能是，伊就一路去菲律宾、帖撒罗尼迦，然后去到海边，直接通过迄条路，直接去到海边，然后就坐船去到罗马。原本计划是安尼，总是伊伫帖撒罗尼迦去往昆毕，然后去结出境，袂使搁去了后，搁较有可能的是，伊这个时阵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皇帝出一个命令，爱赶犹太人离开罗马。皇帝当时出一个命令，这记载伫倒？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8章第2节。所以，皇帝就赶所有犹太人，是安怎吼？即摆搁无啥知影吼，是安怎？有可能有一个原因，总是唔知影哈。总是就是皇帝就赶所有犹太人出罗马，你这个犹太人去，可能嘛拄着阻挡啦。所以伊迄时下暂时放弃去罗马这个决定。罗马书第1章13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。嘛，伫恁中间修成一寡规矩，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用一个农业的象征，强调伊毋望去到罗马会当带人归主。好，强调这项代志。总是这个时阵福音已经传到罗马，所以嘛有人安尼认为，就亲像保罗家己安尼讲吼。保罗伫罗马书15章20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，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。所以这是保罗这张批内底，保罗写伫后壁上后壁的所在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嘛有可能伊安尼写，伊讲伫罗马的信徒中间修成一寡规矩。检采是毋望因会当认同保罗迄个福音的使命，有份参与伫伊刷落要去西班牙的宣教计划。西班牙吼，咱伫上尾后会读到这段吼，咱伫上尾后罗马书上尾后会读到这段。罗马书第1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无论什么款人开化，也是未开化。有智慧，也是无智慧，我拢欠因的债。迄个希腊文做希腊人、化外人、智慧人、愚妄人，这嘛是和合本的翻译方式。其实保罗伫遮是分做两组人。什么会叫做两组人？一组是叫做用文化来决定。希腊人表示的是什么会？表示受希腊文化讲希腊话的人，嘛包括当时伫罗马帝国掌权的人，了解意思吼？所以是
这个希腊人受这个希腊影响的人，以及无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，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就亲像今仔日咱普遍伫若要出国，也是甲外国的人交流，真侪人拢用英文，是安尼吼。所以是伫有讲英文的，甲无讲英文的，简单来讲是安尼吼。保罗是安尼表达。第二组叫做有受教育，也是无受教育，就是智慧的甲愚妄。什么会叫智慧的？对当时的人来讲，只是表示有受教育，然后甲无受教育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用这两种对比来描述所有的外邦人，同时嘛要对咱说明一项代志：伫上帝眼中无迄种悬低分别。什么文化较好？什么文化较歹？无，毋是，拢好。所以讲华语袂歹，讲广东话嘛袂歹，讲台语嘛袂歹。听有意思吼？伫上帝眼中拢好，有文化无文化，有受教育无受教育。保罗讲：我拢欠因的债呢，我拢是欠债的人呢。原文是欠债的人，所以保罗是讲，我拢欠因的债伊是欠什么债啊？伊是欠钱，欠遐多是无？毋是哦吼，伊是讲，伊是形容，伊是上帝所派的使徒对无？大使，所以伊就有迄种互人归主的责任。这就是伊不得不一定爱去的原因。这就是伊不得不爱去的原因。就亲像卡巴特所讲的，卡巴特讲国家的边界、文化的脱界，拢袂当互伊停止。罗马书第1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条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我迫切不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实际上，所有的人拢需要福音，包括迄个传福音的人。咱来知影，咱若读路加福音第10章就知，耶稣爱伊的门徒出去传福音，两个出去啊，爱因啥？卖炸钱袋啊，卖炸什么货？意思就是什么货？这个传福音的人需要福音嘛？听有意思吼？伊出去，伊嘛需要别人接待，然后伊爱好心接受这别人的接待，所以传福音的人嘛需要福音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亲像卡巴特所讲，什么人会当讲家己已经听见福音？事实上，奉圣职的伊知家己欠万民的债，信基督的罗马人就是万民中的一部分。福音是无论怎样，一直提醒也袂过头的物件。马盖牧师伫1871年的年底来到中国，中国这个所在叫做汕头，汕头。当时英国长老教会已经伫汕头甲台湾有所在派驻宣教师。马盖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外国的宣教师，因为因当时甲英国长老教会有合作关系，所以伊就伫遐受到接待甲欢迎。然后因就建议讲，马盖你是毋是会当留伫汕头，中国的这个汕头这个所在？马盖伫伊的自传内底安尼写，伊讲我决定先到台湾看卖仔。我无大声计划，总是一条看袂见的蛇，将我救到美丽岛。这段海劫的旅行是对我离开加拿大以来上尾的旅程，总是嘛上艰苦的旅程。因为暗时拢一面黑暗，海面拢一面黑暗，然后大风一直扫一直扫，海涌一直拨一直拨。然后，阮伫岛屿的南部打狗来靠岸，打狗就是今仔日的高雄，今仔高雄。
一位高雅少年下班医师来接我，伊用小船接我上岸。1871年上尾一天是主日，礼拜日，所以马街伫打狗的一间英国的商行传十字架顶耶稣的福音。1872年的1月1号，马街就对打狗出发，行26英里去阿里港。咱拢知阿里港伫倒？今仔日的屏东的里港，当时叫做阿里港吼。去见当时台湾唯一的牧师，叫做李修牧师。李修牧师互马街伫因兜住26天，带伊迄当时带伊去南部9个教区，上时也教马街台语上基本的八音。马街伫伊的自传内底安尼写，伊讲：我要徛起伫倒，我要伫倒宣教。伊咧问家己，然后南部的宣教师对我讲：北台湾有城市真侪人，有平原甲山地，总是无人照顾因的心灵。伫遐无宣教师宣教的事业，也无基础。我随着感觉到，我受呼召去做这份工课。有一天，我李修先生讲。我决定要去北台湾来定居，伊真欢喜对我讲：马街上帝祝福你。所以后来1872年3月7号，马街甲李修牧师，以及后来去到府城载德马太医师，因3个人就对高雄一路坐船来到淡水。来到淡水的河口的时，马街伫伊的自传顶头安尼写，伊讲伊北南看，搁台湾的内陆看，拄啊对迄个淡水的河口吼，即摆咧起一座即个淡江大桥，咱未来若有机会行迄个大桥的时，会当安尼北南看，啊搁内陆看，迄个当时马街的视野啦。伊安尼看了。伊讲有一种平静、清澈、有颜色的念头，相信这就是我的厝，我的家。我听到一个声对我讲，就是这个所在。这就是马街，所以这个后来3月7号这天，就成做马街北台湾的教会咧纪念马街3月7号的日子吼。3月初9吼，3月初9吼。马街上尾去到北台湾宣教的决定，我相信甲保罗这位宣教者的祈祷真类似，因为因圣神带因看迄个所在，看迄个所在，更较要紧的是圣神互因带因去看见遐也未听见基督的所在甲人。然后，一个上帝的大赛，主耶稣基督的大赛，就有一个望什么货？迄个渴望是福音就应该互人听见，互人感受到，福音就应该互人明白，互人相信。所以，什么人要去呢？就是有听见这个声音的人。迄个呼召其实就是calling啦，就是迄个有人敲电话互咱啦，吼，有人亲像迄个声音共款来对咱讲，呼召就是安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真侪声音，咱嘛真歹专心去听见某一个声音。总是我相信，咱既然今仔日来到这，咱拢是互上帝叫来的人，我相信是安尼。咱拢是互上帝叫来的人，所以咱也知影确信咱是互上帝叫来，听了就爱去分享，因为上帝呼召的声，只卖搁咧出声。所以检测咱嘛会当学以赛亚，因为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是安尼讲：
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我就讲，我伫遮，请找我。咱爱知影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，上帝这个声音吼，其实是对，迄个是一个圣殿荣耀的所在。以赛亚书第1章到6章的第1节到第7节，迄是上帝出现伫迄个圣殿内出现，然后上帝对所有听见的人讲话，讲我会当找啥物人去，啥物人会当为着我去。然后以赛亚一个戆戆的人伫遐讲，听着啊，我伫遮找我。真特别的呼召，总是咱若听见，请咱就愿意去分享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有当时啊，耳孔亲像塌掉，听袂见你要向阮所讲的呼求，求上帝帮助阮拍开耳孔，听见你对阮的呼叫，帮助阮，互阮起身应答讲主啊，我伫遮，请找我。愿上帝的恩典，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